过来是婚姻的消息，婚姻关客家文化促进会伫轮培国小举办一年一摆国中小教案客家才艺比赛，这包括亲子客语的唱答、客家歌谣的表演、加故事讲等等。希望讲利用这个比赛呢，鼓励家长加囡仔拢会使讲客语，或者个囡仔有健全的语言学习环境，将婚姻教案客家文化会使传予下一代。 台顶的选手要来抢答，这唔能变速度，嘛要考验因对客语讲法的认知程度。我们教案客语比赛主要是说我们在抢答部分，就是因为跟平常生活做连结、做融入，所以呢，有些答题上面题目是比较能够轻而易举的讲出我们要的答案这样子。这就是讲吼，阮在厝和孙仔讲客，即马都有这客家文化，孙仔咧厝拢有甲阿嬷咧讲。婚姻关客家文化促进协会举办的教案客家才艺竞赛，有亲子客语唱答、亲子歌谣、客语讲故事等等，透过各种的表演来推广客语的教育，就是要培养亲子伫日常生活当中讲客语的习惯。做活动可以提升国教对课语教学的重视。每年都一直在改变，那一直要让有亲子有爸爸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那办这个活动最主要就是要传承，就是要传承客语的意思。那透过今天的一个活动，能够让孩子展现自我，那能够让孩子把客语传承下去。透过比赛，让囡仔舞台展现学习的成果，让因介意讲客语，嘛增加家己对客家文化的认同感。